今次5月18號，星期日記沙田日賽。今期推介呢兩位練馬師騎馬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就係封面圖記姚本輝同丁冠豪。觀看領簽後，可以話係穩膽之選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領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領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場先。先嚟第三場，第4班1200米全天候跑道。先同大家睇領簽，報紙對應第三場記領簽係第47簽，遙遙千里來西蜀。有睇過我嘅影片，都會知道我經常提及見字解字方法，會先要領簽當中記姚字，所以會先要呢隻梁家俊姚本輝記1號扶姚世勁。對上一次記領簽，隻姚日上都獲得咗第1名。配腳方面，提供呢兩隻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係第一隻潘頓羅富全記6號天天灑落，第二隻奧爾文大衛希斯記7號加英駿馬。所以第三場第4班1200米全天候跑道，先提供1號扶姚世勁，配腳係6號天天灑落同埋7號加英駿馬。再嚟第6場第4班1200米草地，先同大家睇領簽，報紙對應第6場記領簽係第16簽天邊阿背脊陽回。睇到呢句領簽，先取意境方面最為吻合記4號金塊飛飛，相信都不用講得太白了，大家不妨意會一下。呢隻可算係呢場記穩膽之選。配腳方面，提供埋呢兩隻可以參考下。第一隻梁家俊呂健威記8號彩虹七色，第二隻巴道蔡約翰10號競者。總結一下，第6場第4班1200米草地，先選4號金塊飛飛。配腳方面有8號彩虹七色同埋10號競者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